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有4万多例，因为11月2日就要举行9合1的选举，确诊者敢会当去登票引起讨论。中选会伫昨昏时表示，咱台湾目前也是爱伫徛户口的所在投票，所以无法源去开确诊者的投票所。若南韩今年互确诊者分流去投票。验个尾啊，嘛是南做一伙，造成场面乱糟糟。所以中选会是决议，确诊者隔离期间也是袂使出门去投票。9合1选举就要交换确诊者投票，引起讨论。台湾是不是应比照一韩顶讲，用通讯投票或者是特色投票所？中选会表示，说投开票所有法律甲投票人和质地问题，加上评估过今年延长时段分流投票的限国，最后依然爆发混合投票证据，所以确诊者依然无法度投票。确诊者的这一个投票权利，跟2300万人的权利，尤其是健康权利，1930万人的投票权人的健康权利，以及30万选务人员的健康权利，都应该一并考量。国内2大增加的本土确诊病例也比昨较济，总共有40261例。新北市、台中、高雄确诊数上济，伫52例死亡个案当中，有2例只有30多岁，拢是有慢性疾病女性，分别做过2剂到3剂疫苗。只是国内为11月7日开始要放零防疫措施，外界关心确诊者的隔离日数是不是会对你减少？缩短这个隔离天数，势必会造成一些仍然具有筛检阳性甚至有传染力的个案后外出，那这样子对于社区疫情的冲击，他们建议说仍然需要再审慎的评估。指挥中心表示，专家对确诊者减少隔离日数目前无共识，要搁观察1礼拜才搁开会讨论。另外，做疫苗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搁增加1个82岁男性，在做莫德纳次世代疫苗19天了后死亡。囡仔密斯个案增加3例，不过拢经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是药署伫昨昏是核准 BNT 啊个莫德纳次世代 BA.4、BA.5相隔预防下 EUA， 会使进口来咱台湾啊。要提供12岁以上的民众做追加预防下，也毋过甲顶一档中是爱让3个月。卫福部是表示，咱甲莫德纳这排的预防下，按算购契约，按算11月份的时就有货会送到台湾，大约会送来60万至70万档。那 BNT 这部分要过去讲合约。10月上旬应该有机会可以到货啊，对，没有错。刚刚联络是这样，那个机关署跟我，因为 EUA 过了，我请他们安排进货，他们去联络跟我回报，大概大致上是这样子的。另外来关心高端预防下的保护效益报告爱保健，即马是搁标出第2期临床试验合作的厂商丘易斯是中国出钱的公司。卫福部长施瑞元是回应讲，当时高端甲这间公司咧合作的时，伊是美商的子公司，也毋伫今年10月份的时，母公司甲中国企业合并。若是外界对资料保存交互这间公司有疑虑，安尼是药署会定做审查。国产高端疫苗前期不断新冠2期临床试验互立委批评，是找中资公司丘易斯合作，这批个人临床试验个资恐吓外泄记录。高端的2期这个我想这个是不是经济部负责啦？这个还是由卫福部来说明。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丘易斯甲高端签约时阵是美商伫台湾的子公司，全部公司伫今年10月甲中国企业合并。不过丘易斯依然是国内合法的受委托研究机构 CRO， 小署研究资料保存部分可重新审查。目前包含台病院等真一间研究单位，也拢有委托丘易斯公司进行临床试验计划。在他们收案的时候，是否符合当时的 protocol， 也就是说试验的计划？然后他所收到的 data 是否有安全的去做保存？这些都会去做 GCP 的查核。高端公司它自己跟丘易斯公司自己内部的私底下的私人的契约关系，这个部分也不是我们官方这边审查端能够涉入。小署强调，高端最后临床试验资料是不是符合药品优良临床试验作业准则，这是重点，而且结果由高端公司负责。
高端时发声明回应，临床试验拢一定严格定序，会依照规范标准来进行，确保受试者权利甲临床试验数据的可信度。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差不多，是好天会出日头。日是北台湾高温有26度至28度，若中南部是29度至30度，温差有较大。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伫宜兰、花莲、大台北山区会落细阵雨，过到伫南部的山区会落短暂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低温大约是19度至22度。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里鱼潭，是15.4度。北部日是低温会当到28度，中南部的高温是到30度。也毋过下暗到拜六，东北风会阁增强。伫遮方面，这部分水汽会阁变济，桃园以北东半部落雨的机会会增加。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今仔日嘛正做今年第22号的风台奈格，有可能会变作中度的风台，伫10月30到11月7日会上倚近咱台湾。继续关心台积电，昨昏是落超过4%，收盘的时是收伫376块。经济部长王美花昨是表示，咱台湾的半导体伫世界是无人通取代的，而且台积电的订单嘛真满，大家爱对台积电有信心。台积电摆脱淡薄的困境，一开盘370.5块开出了后，股价慢慢起来，盘中到379块，最后起1.35%收伫376块。台股大盘靠电金2大族群支持，中心徛回12700点。面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最近面临地缘政治甲全球晶片检查考验，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立院闭巡时向外界信心发声，持续扩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在全球不可被忽视的地位。那所以这个没有去台化的这样的议题啦哈，我们也应该让它不要去台化。只是台积电罕见爱员工休困，外界烦恼是毋是受全球晶片检单冲击，订单减少。王美花强调，有甲台积电联络，是因为即马产能无超出100%，加上配合机械维修，才会员工休困。订单意愿正满，也有信心，只是为稳住大股表现。金管会已经3度有条件限空令，万一指数过落，敢会进一步全面禁空令咧？对于手上的这些稳定股市的工具，不是像以前一样遇到若 A 则 B 的这种选项啊，这要综合判断的。当然有空间，要看未来的发展情况。分析师认为，美国反弹，台股暂时解除破底危机，不过新台币有关变淡。伫外资继续调节禁空令影响成交量这因素之下，大盘上攻力头无够。第三议员爱观察台积电走势。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车辆开启的时，除了爱放3角啊各种的标志，每年7月份开始，新车嘛拢爱强制配一领反光的服装，也是架，车主爱穿起来，增加安全性。另外，11月份开始，汽车若是要转弯、要正弯的时，爱切入去上外口的车道，若强行切出去，会罚款600至1000罚金。继续关心中国的民航局，昨昏宣布30开始执行2021至2023年冬季和秋季航班的计划，会增加国际航班。另外，中国33个航点甲咱台湾4个航点之间，每礼拜嘛阁会安排676座客机也是货机的航班。陆委会是表示，中共调整航班无干涉两岸协商。继续关心中国时报，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有提出限制措施，有人烦恼中国会来咱台湾学人才。立委即马是要求国科会爱加强人才管理的强度，也毋过国科会是表示人才的流动袂使乌白插手。目前美中科技战甲真吃力，咱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想要去中国找头路的已经减真济。继续关心美国总统拜登26接见高阶的军事领导人，伊表示美国无想要甲中国起冲突，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知影这一点。不过美国嘅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中国已经决定无要接受台湾局势嘅现状，加强对咱台湾施压，所以甚至有可能会动用武器。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伫北京见国防部高阶军事领导人。拜登讲，美国会继续伫咧面对一寡挑战时阵带头。拜登也强调，美国无想要甲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知影这点。We also have to be to responsibly manage increasingly intens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You know, we have to maintain our military advantage by making clear that we do not seek conflict. We don't seek conflict. I've told them that we're looking for competition. There'll be stiff competition, but doesn't need to be conflict. 不过，拜登日前甲英国新首相苏纳克第一面通电话时阵是讲，将会最近努力支持乌克兰，并且站出来对抗中国所带来挑战。中国外交部回应，中国是各国发展的伙伴甲机会，不是挑战甲威胁。我们敦促美方摒弃零和思维，顺应时代潮流，与其散布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拼凑没有前途的小圈子，不如尝试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参加彭博新闻的活动时阵讲，中国已经做出决定，台湾的现状已经无再是会当接受的代志。中国会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北京希望大幅度加紧夺取台湾的时间表。习近平正带中国行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在国际上要紧，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即阵新型冠状病毒的总病例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031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700万例啊。日本是超过2200万例，韩国是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有9900万例，印度有4400万例，法国有3600万例，那伫英国是有2300万例。伊朗日落一大实业派圣地发生枪击案，造成上无有15个人死亡，40个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讲这是因做的。那东港嘛是科德族查某囡仔艾米尼，无暗头警方掠去尾仔死亡的第40天，有几若千人走去伊的故乡哀悼，佮画口号爱独裁者去死。对壁顶的枪支孔涂骹废掉，一个擘着血的碎玻璃，就让知影发生枪击迄当阵现场真可怕。郑州日落攻击中南部城市希拉兹什叶派第2大圣地天王之墓，造成重大死伤。بعد دیگه زیارتون هم کرده بودیم دیگه دیدیم چیزا رفتیم توی اتاقه که بغل هم حرم این نامرد اومد همه رو بس فرک باش伊朗国营电视台甲这边攻击冠势号塔克菲里，意思是伫咧过去拢以伊朗多数什叶派为攻击目标的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官方表示，枪击案发生无偌久了，掠到2个枪手，第3个还佫伫咧走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伫迄案讲是因犯案。枪击案发生的迄当阵，炮quân事件可得做22岁女子艾米尼过身40天，伊的家乡萨盖兹有几落千人来悼念甲示威，看起来甲枪击案无关系。示威的女性甲头军摕来压，并且沿着大路行向艾米尼的墓。有报道讲，一寡路段封起来。不过库德斯坦省的省长库沙所讲，路拢有通正顺，局势正稳定。库德族人权团体香港人权组织讲，安全部队有开枪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镇压，网络也被切断。当局的理由是安全考虑。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咱继续关心俄乌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俄罗斯即马拄着困境，嘛讲爱赶紧提供武器物资送去前线。另外，俄罗斯是搁一摆也讲乌克兰拍算要用放射性的炮弹，不过西方的国家是认为俄罗斯的指控无证据、无影无迹。那乌克兰是批评俄罗斯即马是拍人颠倒化救人。俄军最近伫乌克兰南部战况真艰难，继续撤离赫尔松附近。面对局势不利，俄国总统普京拜日主持会议，表示即马面临空前的军事甲经济问题，爱赶紧相关的军事决策。
Вот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м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и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ешать более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борьбой с тем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俄國媒體進行報道，普京進行大動作，強調後備軍人所發現防彈衫這物資欠缺。普京特別強調，愛趕緊提供現代方便高效能裝備給軍隊。喺同一天，俄國官員也個表示，烏克蘭打算用含有放射性物質的打實炸彈，俄方已經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這個議題。 Ukraine has the capacity, Ukraine has all the reasons to do so, because we know that Zelensky regime wants to avoid, first of all, defeat. 不過，西方國家表示，俄國講法無證據，幾乎當作是反駁。俄軍是會找借口，用特色炸彈攻擊烏克蘭。美國總統拜登25也警告俄國，唔通要使用戰術核武。 Russia would be making an incredibly serious mistake if we're to use a tactical nuclear weapon. I'm not guaranteeing you that it's a false flag operation yet. We don't know. But it would be a serious, serious mistake. 另外，路透社報道，美國打算提供英式航空設備，也就是刺針飛彈的升級版，來協助烏克蘭抵抗俄軍無人機加巡弋飛彈攻擊。不過，北京並無對相關報道作出回應。公視新聞邱婉玲報道。鏡頭來德國嘅漢堡港去年9月份和中國嘅遠洋海運集團達成協議，同意要賣35%碼頭貨櫃嘅股權予中國企業。不過，這是引起德國國內反對中國嘅人強烈不滿。即馬經過協商，會將股份降低到24%，要防止中國嘅資金介入碼頭嘅營運。 德國漢堡港內的托勒奧勒貨櫃碼頭是歐洲海運量上無用的碼頭之一，互人當作關鍵國家基礎建設。去年傳出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要購買35%的碼頭股份，引起德國政府的討論。主張減少對中國貿易瓦扣程度的德國副總理，當時也是經濟部長哈貝克伊講，德國傷過瓦扣俄羅斯的天然氣。 烏克蘭戰爭了後，就拄到能源欠缺的困境，所以對中資入股漢堡港的協議要抵制到底。Gas, Russland Realität in dieser Welt sind und wir sollten diese Fehler nicht wiederholen. 漢堡港在2021年甲遠洋海運集團達成35%股份的收購協議，包括經濟國防甲外交等6大部會攏持反對的意見。 捌擔任漢堡市長的現任總理肖茲是一直挺協議，注定有必要甲中國維持有利的貿易關係。這個協議依法一定在10月底就會有效。面對國內這麼激烈的反對，肖茲20指示各部會進行協商，目前初步同意將中資入股降到24.9%，來限制中資的營運決策投票權。 Es geht nicht einen Verkauf des Hafens wie in Zeebrugge oder in Piräus. Es geht höchstens den Anteils. 肖茲出席布魯塞爾的歐盟峰會時陣表示，這個協議並無親像外界所想的遐爾複雜，不過國內有無共意見的時陣，確實需要進一步查清楚。肖茲也講，11月份到北京訪問的計劃是例行上任拜會行程，甲協議無關係。雖然降低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入股比例，一定會當平息部分疑慮。不過哈貝克帶頭的部會首長，也是主張應該全面禁止中資入主。若是這個協議是毋是會使，就要聽候中國遠洋海運集團的回應。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鏡頭來印度有一個傳統的節日，叫做拜丁節。有人講這是光明節，這是印度教內底故事，是神佛拍拜摩神的日子。民眾攏會點燈放煙火來祈福，用光明趕走黑暗。若頂2年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攏無辦，今年民眾是熱情參加。和空氣污染到底害嘅印度，即馬空氣污染更加激烈，連路攏看袂清，還有人下漁船。 新德里的居民25透早出外，就發現規個大蒙霧，路尾總統府差不多攏看袂清。不少透早運動的民眾感覺喘氣困難，因為這可能是前一天拜丁節，大家無顧禁令放炮啊造成的。सर जी बहुत दिक्कत आ रही है। मैं घूम रहा हूँ सुबह वॉक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मेरा सांस फूल रहा है
बता के इतने चले हैं मना करने के बावजूद भी कोई रुका नहीं है。拜登节是印度重要节日，进前2年因为疫情无举办庆祝活动，今年真无简单脱离疫情的阴影，民众的热情规个点倒起来。圣城阿尤德亚伫拜登节前，就出动大阵志工，伫爆发点到1576000帕油灯，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总理莫迪嘛亲身参与，另外也有民众点美丽烟火。随上德里市政府顶礼拜就特别警告民众，若做伫拜登节乌白放炮啊，可能会封关6个月，希望降低空气污染。不过民众无伫插这个规定。那拜登节带来空气污染问题，逐年年底到反灯年，因为农民烧稻草，也甲受到冷空气流调的影响，德里的空气品质搁较歹，名列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城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菲律宾北部伫半暝啊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造成几50人受伤，那学校、教会拢有受损害。机场即马是暂时关起来，而且嘛搁停电，因为伫透过地震尾，当地民众是惊到唔敢入去厝内。继续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头摆举行年度核子武器的军事演练，这是让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俄罗斯的总统普廷阁透过视讯远距离监军，而且佫一摆指控乌克兰拍算要用放射性的武器。继续关心，根据一份民调，美国2礼拜后要举办其中的选举，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度落甲剩39%尔，这是伫要瓦近伊进前支持度36%上低纪录。镜头灯的国内来关心11月26后个月，咱嘛要举行9合一的选举，而且佫有一张公投票，这是18岁公民权的公民复决。民进党是拍拼咧求少年家的票，党主席蔡英文有发出3个拜托，爱大家订车票，而且招朋友登去登票。而且民进党嘛要举办社群之夜，要找市长候选人和少年人加网友互动来扭声势。126回家投票，1票顾家乡，1票拼未来。1126 9合一大选离投票日剩1个月，民进党开始全力催票。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发3个拜托，爱所有选民订好车票，招朋友做伙登厝投票，支持18岁公民权过关，也嘛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让中央执政的好成绩继续落实到地方。11月26号，请大家告诉大家，一定要回家投票，用手中的选票顾好家乡，也顾好台湾的未来。马丁选举，这届民进党嘛推出18岁公民权过关，找13个国务卿代表共同呼吁。青年部表示，进前1个月举行40多场的活动，支持18岁公民权。而且在民调当中，民进党的支持者有将近8成会投同意票，比其他的政党有较悬。我们希望18岁公民权能够顺利过关，让台湾的民主继续向前。世界主权大个国家，一个18岁公民权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站在一起。民进党积极抢少年选票，各地候选人也响应。总统蔡英文28暗时要举办2022社群之夜，邀请上百家人同市长候选人、甲少年人网友面对面做伙有关声势。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边嘛咧拼选战，国民党的中常会昨昏时专工刷去家人班，替国民党候选人谢国良辅选。党主席朱立伦是希望800几头这些个所在，国民党拢爱选赢。也毋过，民进党的候选人蔡适应是支持谢国良的财产申报有减报，那谢国良是逼讲蔡适应的条仔卡涉嫌贿选。那这年底9合一选举，国民党中常会26是刷去台湾头家人来办，替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和议员的候选人辅选造势。朱立伦是替谢国良递尊长帽啊，搁替代表做大公的尊大予伊，希望伫这摆的选举会当赢甲水开。不管各项的建设、各项的发展，北台湾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就能够让基隆市、让新北市、让台北市
让桃园市能够一起发展。基隆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民进党候选人蔡适应是质疑对手贾国良的财产申报无实在，是减事业投资的部分，其他部分的财产嘛无增加，数字根本都唔对。贾国良讲，因为是要转来政党参选，含一寡盈利事业要切落开。从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到目前为止，你到底成立了多少家的境外公司？如果你是真正的企业往来，你就在台湾成立公司就好了。你为什么最后的最终的目标、最后的源头都会到达境外公司呢？因为我现在就已经回到了政坛，我准备要来选举，所以我必须要将一些盈利的事业做某些切割，某些清楚的整理跟处理。另外，贾国良是逼讲蔡适应的后援会成员涉嫌贿选，而且已经请律师向家人地检署来告发。蔡适应竞选总部发言人申英培讲，这是有人关乎里长候选人的政治现金，收款人嘛有开收据，请贾国良为安尼抹黑来道歉。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社福联盟举办的民间版本的社福政策白皮书，民进党的陈市长、国民党的蒋万安甲无党籍的黄珊珊三个人拢有去现场参加。虽讲电视辩论11月份才会举行，不过昨昏三个人拢有讲到家己的社会福利政策，袂输是辩论的热身赛。比一个加油的手势翕相纪念。那历被台北市长候选人做伙参加由台北市社会福利联盟举办的民间版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发表会，讲到政策理念针对持有用地属有全体市民共有这个诉求，黄珊珊表示认同。我在市政府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盘点台北市所有的公共场域，请各单位在征询他们的需求。所以像社会局，他有来要了非常多的，包括做日照、做共餐据点。黄珊珊也进一步说明，目前当地整理台北市将来当环境大塑形长照机构的所在，像讲甲学校无用的空间规划做日照中心。蒋万安以伫立法院为权委员会经验，说明小组化这个问题，提出催生作用好大的策略，希望让台北市的人口卖过来。短期内拉近公私立幼儿园收费的落差，我也提出来，包括0到3岁大公托一律由市府来全额补助，2到4岁我们幼儿园补助从现在每一学期13660提高到每一年5万块。领前卫福部长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也就儿童、少年、妇女、老人甲身心障碍者这项目做出说明。那弱势妇女的居住，那当然是设在我拉一定的比例，好来做相关的一些庇护所。我们在设在里面，我们会直接去租，好目标是2000户了。陈市长表示，目标要甲社会主体一定护素，用伫多元性别的庇护所，变动调整运用保护弱势，也要推动民间社福团体这个非营利组织进入社会主体，提供多元照顾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通知控论文是抄主席会的报告，主席会冇发出声明，讲高虹安违规兼职，佮抄论文，已经行司法的程序。高虹安昨日回应讲，当时伊也无领薪水，哪有兼职这款问题？选举愈来愈接近，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的违规兼职甲论文抄袭证据也继续滚假。上新的进展，主席会发出声明，表示针对2篇论文牵涉侵害著作权的代志，提起刑事自诉。即马已经进入法院审理定数，并且也向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发公文，请学校检查论文比对结果，调查清楚甲回复。另外，主席会也指控高虹安任职主席会期间并无兼职申请甲核准记录。高虹安是开记者会提出信箱回信制度，申请说明，表示任职考试期间主席会主管全部拢知情，无领考试薪水，都无兼职的讲法。如果今天你要指控我兼职，请问我在这个兼职的定义上，主管也都只知情，主管指派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支领科制的薪水。想请教一下，资策会，你用哪一条、哪一点来打我不当兼职？对手，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平前认为，论文事件已经进入司法定数，后续要尊重司法。违法兼职证据，无论是高虹安或者是主席会，其实双方拢有问题。两造双方都有问题。高委员是为报备就去兼职，
这会是员工去坚持，可能长达数年，竟都没有发现这个单位管理有很大的问题。今天高虹安拿出非常多的私人信件去证明他的程序以及相关的制度，我想这只是揭露他以私害公的一个证实的行为而已。高虹安表示，目前也无收到自诉中，会委托律师全权处理，搁展开后续相关的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车若海去停伫路边，造成后壁车弄来出车祸，这款代志不时拢有。为着要确保交通安全，交通部即马是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对明年7月份开始，爱强制所有的新车拢爱加反光架，若无就袂使领车牌。伫国道发生车祸，双方路车看车损，后壁的卡车无注意，直接撞过来，雄雄要走去另外一个车道的小客车驾驶，互闪袂符的车撞到。根据高速公路局统计，9月13至18，一礼拜内有4件二次追撞事故，造成4个人死亡，6个受伤。国道二次事故愈来愈侪，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预定明年7月开始强制新车爱配备反光架。而我们国家的经验穿着反光背心的话，对于降低2次事故的伤害是有明显的效果了。目前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112年7月1号起，申请牌照检验的时候呢，就要随车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个反光背心。车主穿反光架扎落车坑各种三角牌，会当加强后边驾驶的注意，避免追撞。那国道平面道路，原来常常有二次事故，常常爱伫马路作业的拖吊人员，除了车会使警示灯打满反光条，原来会穿有反光条的制服。我们自己司机身上都会有穿，就是反光的工作服，这样帮助就是用路人会看得到这样。就是下来处理，可是很快的时间，后面车子又撞上来，所以我觉得有个背心应该可以增加后面的一些安全的辨识度。新车无反光架都袂使领牌，因为无论一般道路还是车速卡袂到超过100的国道，拄到事故临时停车落车拢有真悬的风险。交通部表示，除了新车使用中的车辆，也鼓励业者伫车主回厂保养还是维修的时阵提供，互反光架会当慢慢普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内底的鸟形团破病啊！第2届个金足检查，即马发现讲伊脑部病变的范围有变大，有可能是生恶性的瘤。动物园即马是决定要用亲像安宁照护的方式来甲照顾。到了食得啊，或者是坐咧接过物件食，大鸟形团后边的骹依然是无力。伊第2摆脑部自诊造影检查出来，确定病灶区域扩大，得到恶性肿瘤几率大提悬。毋过考虑麻醉甲侵袭性治疗可能危害伊生命，动物园决定用舒缓照护的方式来照顾。或许再一次麻醉，它可能都会有耐不过的可能性，都有可能。舒缓治疗，它确实是跟所谓的人类的安宁治疗是很像的。好团的食物增加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品，也增加饲水次数。这几天伊体重增加，动物园表示可能甲吊大肠有关系，因为无过对团做切片检查，无法度确诊伊是毋是得到恶性肿瘤。动物园也继续甲对方交换医疗意见，不过团病房连中国大陆专家也捌看过。病况的状况其实已经，我想已经超过大陆他们那边曾经发生过的 case。目前他们在存活中的猫熊应该还没有发生过像团这样子的病例。团病情进展速度正紧，偏向恶性肿瘤去认定。团队认为，互伊舒缓是上好的方式，暂时无要互伊去展场，会安排时段，互民众透过线顶直播来关心。要个人活偌久，动物园讲刷去会互伊数时过每一天，死亡了后要如何处理？动物园认为讲这上过早。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台湾观光学院受少子化影响，招募学生，伫去年9月份的时已经停办，若伫今年10月24嘛完成清算。即马村的后山全部是拢捐予国立空中大学，嘛伫昨昏举办关键的交接典礼。伫教育部代表、花莲县政府当地民意代表甲头人做见证，台湾观光学院董事长陈文贵，甲376间教室甲宿舍的锁匙，交予空大校长陈尚平，代表完成捐赠甲交接。
我们希望把这个土地活化。空中大学它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是教育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教育的环境可以在这里可以有所发挥。观光学院正式转为国立空中大学受访校区。空大校长陈尚平表示，将要开陆活、陆学、陆泳，以终身学习、产学计划推广教育做重点。有学校的经验管理部，所以未有专任教师的原因。台湾观光学院的总共土地13.8公顷，7栋建筑。简单讲，就是还是整个校产还是办理教育文化研习的活动。教育部指出，台湾观光学院虽然伫退场条例实施前停办，不过全部按照退场条例规定办理，包括停办前订租董事会、教职员按照年资发放资遣费，也是慰助金，各由教育部协助学生囡仔安排去其他学校。在这个整个清算的过程中，我们教育部透过我们私校的这个退场基金，来给学校不足的经费做垫付。那学校也透过相关的这个部分资产的一个处分，后来归还了这个教育部的垫付款。台湾观光学院是头一间完成改善清算的学校财团法人。教育部长潘文忠认为这是真好的案例，也是已经退场的阿泰甲永达两间技术学院，因为借款债务较复杂，可能时间会牵延。不过，同款的透过公益董事，让法人赶紧完成后善清算。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检方接到检举，讲北部有失德的清运业者，将垃圾铺载去中华沿海的渔运，还有农地乌白道、乌白片。检方是表示，这些废土拢是对北部起厝的工地来的。非法乌白道的面积有35公顷，价共55大，那所赚的乌心钱是超过2亿。大型火雷甲规车的土对车斗是直接倒伫废弃的气温，怪手甲废土挖开，内面唔有塑胶袋啊，还有真大量的事业废弃物。伊个有塑胶袋，这是垃圾啊。中华检方接到证据，中华沿海的农地含废弃的气温是防倒大量的废土，嘛伫关的所在已经翕相来找证据，确实是翕到真济大型的火雷啊，直接倒土。中华沿海的丰原、大城、二林和福兴这所在，真济地区原本是农地，即马嘛变作一堆一堆的小山。检方讲，拢总找到非法的填土55个所在，面积是35公顷，16.5个大安森林公园，并没有依照土方联单清运计划书的记载去真正落实，反而将弃土直接从工地运送到本辖农地。检方讲，填土时间是去年9月到今年8月，非法土头清运业者以不实的清运计划书、土头连单这的物件，要暗勘实际上废土的流向，再甲废土倒伫中华沿海地区，依照废清法伪造文书这罪嫌，起诉被告164个人，而且甲2亿3602万的不法所得讨回来。官员表示，这土头是对北部的建筑工地来的，最近几档愈来愈严重。通常带的橘红色的土比较多，那彰化的土本来就是，尤其是沿海地区都是比较属于黑色的。因为北部要大的建案，就是要开挖更深的地下室，所以他需要把这些土方解决掉。官团分析，中华沿海乡镇因为人真少，加上交通真方便，变做当废土的热点。非法的业者为着省处理成本，大多数是把废土倒伫真偏僻的第17线和西滨公路，互官府含检调是掠拢掠袂了，嘛对正常在建造的农地造成真大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 Meta 开发 AI 台语和英语的翻译系统，进前有引起讨论。那开发团队内底，台湾工程师陈平仁，伊是新北市的邦桥人。伫早暗，伊嘛有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甲大家分享伊开发这套系统的过程。Do you speak it with your kids? 你敢有对你的囡仔讲？有啊，佮我的爸母。Meta 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19日面前发影片，发表 Meta AI 开发的福建话甲英语的对译系统。开发团队当中有来自台湾的工程师陈平仁，伊是邦桥人，为台湾大学资工所毕业，老爸来自屏东，伫厝内爸母拢对伊讲台语。伫台湾时间2日暗时，陈平仁也接受台湾媒体访问。大家好，我是陈平仁。我伫台湾出世大汉。陈平仁讲，即摆系统由台湾学术单位提供资料库来训练，由以台湾连续局做训练资料，过程也透过台罗判断翻译敢有标准。口音辨识的部分，系统会使听有大部分的台湾台语口音，但是系统讲出来的是以台湾 UCQ 为主。我们语料库有一大宗是
台湾的连续剧，有一些比较口语的说法，这个系统可能就很容易的可以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到闽南语的部分，我们需要一个自动评分系统，把系统输出的闽南语语音转成台罗的拼音系统，然后我们在那个文字上，然后去算出一个分数。但评审讲，伊平常时会参囡仔讲台语，嘛甲囡仔念台语册、唱台语歌。伫开发过程当中，嘛摕系统互老爸体验。因为其中发现，台语的7声8调是开发过程当中上困难的。我忘记我测试了什么句子，但我爸爸跟我说，他有一个字不知道是底疗还是低疗。但评审讲，这套系统目前是以研究的目的为主，要无实际应用的详细计划。所来改善的重点，除了即摆的翻译速度要上慢，体验无够好，变调嘛要进步，也希望系统未来会使辨识讲话的情绪等等资讯。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查囝仔甲伊阿嬷会当使用这项科技，用因上惯势的语言讲话。记者郭文条随导报道。继续来看咱台湾咖啡厅是比茶馆也去较济。少年家兴啉咖啡，为着要互少年人嘛会当介意啉茶，即马有新创公司就甲茶米搭拌做粉，亲像冲咖啡共款，即马嘛会当用冲的。要互伫休困时啊，顶一日伫有一场专门替听众朋友所举办的体验活动，咱嘛带乡亲同齐来看。提出手冲咖啡的道具，专业手法冲出来，毋是咖啡，是一杯一杯台湾本土好茶。这种新的冲泡方式是来自少年人创意。一道一道一道的喝，那就是很像是我们在观赏一个名画的时候，就是像拿微观的那个像显微镜或者说放大镜这样去看。可是我们这样子的手冲方式的话，它比较像是直接渲染一个很完整的一幅画作。将茶叶磨成粉，更较方便冲泡，也更较方便直接进入台湾已经成熟的咖啡市场，互现代人更较简单接触台湾的精品茶。厂商特别为听众者办一场专场的分享会，你们先扫 QR code， 连分段的物件，安尼每一个听众者都用直接伫家己手机啊看到听到的字幕。老师伫讲解时阵，有导影片辅助，也有手机翻译，清楚的资讯提供。现场12种风格精品茶轮番上阵，提供参加人无共款的感受。我妈妈老家有种茶叶，对，去想要了解为什么妈妈喜欢喝茶。现在冲泡喝的茶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好像多了一种层次的味道。第一，有品茶；第二，有手语翻译及听打字幕，可以清楚了解在讲什么；第三，还有很多聋人朋友交流。我觉得这3点真的还不错。会有安尼活动，主要是靠听众者主动来争取。以前参加咖啡展，老师有请人分享技术及茶品，前面呢围了一大群人，听得很开心，讲师滔滔不绝。聋人在外围想要看，却不知道在讲什么。透过官方甲民间合作推广台湾茶，用咖啡冲煮方式跨界合作，互听众者品出茶汤当中用心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有一场展览，这是身心障碍者的艺术创作。这场展览伫昨昏开幕，希望要互大家看到身心障碍者多元的表现。深色的灰盒仔表面有幼露的花纸，这是当时前囡仔开半年的时间完成的作品，而且参加比赛得奖。即马甲侪身心障碍者的作品做伙展出，一个一个来做，参加比赛，拿到这个成果。参加这次成果，我也很开心。顶礼拜有知影讲要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因已经很兴奋了大概1个礼拜，足多迄个发展拢比人较慢。不过伊透过足多训练，现机会，现的迄个创作，给大家展览。我感觉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足大的鼓励。表顶展出侪暗光胶的创作，这嘛拢是身心障碍者的得奖作品。民间团体办理展览，第2日开幕，侪得奖者欢喜来到现场参与，甚至有囡仔为高雄上北。主办单位表示，望透过这项展览，大家会使发现身心障碍者的故事。身心障碍者除了艺术治疗自己，也可以去感动别人。那我们的展览就是一个平台，我们不是
是要说他们的画工要比谁厉害，要比谁还好，而在每一个画作都是他们背后辛苦的故事。身心障碍者技术展览伫台北国父纪念馆展出到11月初9，这摆已经是第19届。主办单位希望让大家看到身心障碍者的多元表现。记者郭良水导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南投德山的镇公所唔拿替老大人有办真侪活动。最近伫迄个所在的德山文化园区，毛替少年仔办音乐比赛，好在地囡仔有一个表现的舞台。伫舞台顶全力展现歌声，对无感觉起的伴奏，选手唱出一条又一条好听的歌曲。这是南投德山为少年仔举办的比赛，计共20个乐团报名，每组的表演拢真精彩。我们表演的曲目是五月天的《仓颉》，然后我们有电吉他，然后木吉他跟鼓，然后还有主唱。非常的好，因为可以让我们年轻人有一个机会，可以有舞台可以表演，也希望竹山能多办这种活动。少年仔透过舞台展现因青春的活力。德山镇公所这届举办歌唱比赛，就是为着要让介意音乐的少年仔有一个表现的舞台，也鼓励因培养自己的兴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最基层的政府能够带成一个领头羊，找出各个年龄层他所需要的一些文化艺术。让我们青少年不管是之前的嘻哈，现在的一个酷音乐的一个表演的话，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除了提供学生囡仔组乐团比赛机会，德山镇公所阁有针对无同年岁乡亲举办适合的艺文活动，希望通带动地方人文风气。未来也按算继续规划相关的活动，提升德山镇的艺术气质。记者综合报道。那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是头一届甲云门舞集合作，用艺术来帮助这些少年家熟悉家己，爱这些少年囡仔唔通阁行歹路。这些囡仔精彩表演，嘛感动在场的观众。准备开始。用身躯写数字开始少年赛的活动，囡仔徛伫台前认真表演，得到现场观众热烈的呼声。尤其家长看到家己囡仔精彩表演，真正感动。还蛮喜欢这样，就是动身体的。你为今天自己的表演打几分？70啊。为什么？还有进步的空间这样。今天第一次看到，我才知道。原来他会跳舞。我会先把动作记起来，然后就是我再去教另外一个同学，就是慢慢的教他。很棒，很精彩，觉得他已经长大了，对，觉得他有变乖。桃园敦品中学为100年8月初1改制为矫正学校了后，推设艺风计划，头一届甲云门舞集舞蹈教室合作，加艺术用伫矫正教育。帮助这群青少年熟悉家己，避免各犯错。我觉得在这里面最大的差异是，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其实我最感动的就是看到孩子们在现场这边专注的表情，还有在整个表演的过程里面，包容、跟合作、跟协调是展现无遗的。有云门教室老师伫带这群艺风少年，用武术课程加生活律动，眼神变甲真专心，也学会晓熟悉甲控制家己的身体，规个人拢变甲真有自信。也阁有因嘛学会晓团队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尼泊尔，伫尼泊尔有真侪少年家，即马是爱走去景点，也是宗教圣地去遐唱歌、跳舞、翕影片，再甲这影片放去哩网络顶悬成人目。也毋过有护士即马就表示讲，这人来遮吵吵闹闹无正经，所以有一寡所在已经禁止民众去遐翕抖音。搁唱搁跳，勇敢表现家己，伫有名景点宗教圣地翕抖音，已经成做尼泊尔少年人新潮流。I came to see the temple, but mostly for TikTok. 过去2年，尼泊尔抖音用户暴增120倍，不少人真爱到表示鼓励翕抖音。不过因为人数实在伤过济，景点工作人员真困扰，也互当地警方下禁令，部分地点禁止翕抖音。It's the ban of TikTok. They can use photo sometimes, yeah, but not the TikTok. 工作人员指出，翕抖音的民众拢一大阵各种互播送大声音乐影响来调性的人，也佮有伫个老热街路翕，甚至造成塞车。They use selfie stick, yeah, and then they do dancing,
And the people are sometimes the whole crowd people also do the TikTok. They disturb the people walking here. 除了景点部分用户，也會走去農村翕錄影，互動面是怨聲連連。 They walk here and destroy everything. They trample all over my rice shoots. But what can I do? I tell them to stop, to not destroy my fields. But they keep dancing, like this. They say they'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不過有人認為禁止翕錄影，好親像是控制言論自由同款，因認為官員應該甲民眾溝通，在尊重場所前提之下，互人來翕，唔是全面禁止，完全無要予用戶空間。公司新聞市灣朋友。 在英國倫敦泰晤士河南岸嘅巴特斯發電站，這是自100年前起嘅，而且嘛是歐洲上界大紅磚仔嘅建築物。不過，在1983年嘅時停用關廠了後，再爬起去。2012年嘅時，即嘛投入改建，經過10年嘅時間，已經翻新，改造大型嘅賣場 shopping mall， 有新嘅面貌。 巴特斯發電站是伫1929年起好的，用土炭來發電的電廠。以早要負責供應倫敦1/5的電力。除了發電以外，因為建築物的外觀真有特色，是全歐洲上大間的用紅磚仔頭起的建築物，所以對倫敦的人來講，這個發電站是代表大家共同的基地。但是自1975年開始，巴特斯發電站就分階段停止使用，到1983年完全關廠。嘛，自迄個時陣開始，大家就討論要安怎重新改造這個所在。但是經過幾十冬，攏無提出成功的改造計劃。一直到2012年，馬來西亞的財團把這個發電站買落來，經過10年的時間，總共開90億英鎊，總算把原本已經廢掉的發電站重新改造做一個多功能的大型商場。See the end result today and to see thousands of Londoners coming into the building, looking at it and saying, "Wow," is a really fantastic moment for all the team. 負責改造巴特斯發電站的公司表示，因為將以前發電站的一寡設備甲機器攏保留落來，所以在即賣的商場內面，會當看到真濟過去的物件。真正捌佇發電站工作過的員工講，伊看了後感覺真感動。Very emotional, an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come back. 巴特斯發電站的改造，會當講是倫敦這幾年來上大規模的改造計劃。重新開幕了後，相信會變做倫敦一個新的觀光點。記者甘文恁編譯。天氣報道仔來關心，在菲律賓東邊的熱帶性低氣壓，即馬已經結做風颱奈格，是今年第22號的風颱，有可能會變做重大的風颱。這個風颱在10月30到11月7日的時會上劃進咱台灣，鄉親愛細緻。接落來，咱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有28度。中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是29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是30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28度。外島的溫度是20度至28度。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珠，祝您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